大家好，如果你现在在考虑做 O 签证，就是杰出人才的签证呢，那你不要等太长时间了，因为最近的这个星期，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已经批准的案件的。最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是，有一些案件他们是在别的律师事务所咨询过，他们说你没有希望。但是他们来这边之后，我们帮他们分析他们全部的过程、全部的故事，我们发现了一些可以好好辩论的重点。客户已经批准了，他可以在美国重新开始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可能在你的行业当中呢，你已经比较突出的，你已经比较有名的，不是世界上最有名的，但是你做了一些比较厉害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我们马上联系，因为最近我们有好多 O 签证批准过的案子，各方面的行业，所以你不要失去希望。移民的门它没有关，它一直开着，它也在等着你。所以如果你有美国梦，你想做 O 签证的话，你这方面要咨询任何问题，马上跟我们联系。